尋日係端午節，我煲咗一個應節嘅粥，就係呢啲五色豆粥啦。所謂五色豆係用5種唔同顏色嘅豆，咩豆都得㗎。我今次用咗紅豆、綠豆、黑豆、眉豆同埋鷹嘴豆。我想有少少咬口，所以加咗少少麥米入去。先將啲豆洗乾淨，然後用食用水浸泡，將啲豆浸過夜，浸到啲豆變咗軟身，咁樣就比較容易煲腍啦。我今次用咗470克嘅豆，用咗大約4公升嘅水，加咗豆入去之後，先煲滾咗佢，跟住加入半粒米，先用大火煲佢10分鐘，然後移入燜燒煲燜2個鐘頭，燜夠時間之後攞返出嚟，再用大火煲多佢5分鐘，然後用糖嚟到調味。我今次用咗1磚紅片糖、1磚黃片糖，因為我用燜燒煲嚟到燜，所以最後煲多5分鐘。你睇幾滑幾綿。其實呢一個五色豆粥平時食都好有益㗎。